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5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今天胡適上午是昏昏入睡，給人感覺下午要跳水，來個黑色星期五，結果下午反而翻身向上，拉了一根陽線。A 股三大指數探底回升，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了0.7%，深圳成指漲1.08%，創業板指數漲1.36%，北證50漲了1.52%，這個成交量1.7萬億，比上個交易日略漲了一點，但實際上還是不到2萬億，也就是個縮量反彈。不過這個上漲的家數非常多，4387只上漲，975只下跌，也就是今天是個普漲格局。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走勢？下午怎麼突然翻身向上？皮褲套棉褲必有緣故。原來下午的時候，市場上流傳降息降準的傳言，真假難辨，這些小道消息。總之，跟金融有關的什麼大金融、大消費的這些股票反彈，是個普漲的格局。如果這個周末這個消息得到驗證，那下周恐怕還要漲。如果消息落空，恐怕這個還得散戶還得如數鳳凰。從板塊來看，非銀金融板塊午後表現強勢，保險方向領漲，中國太保、中國平安漲超5%。你看這些大家伙漲起來，互聯網金融冲高。當然了，這個傳言跟保險關係更密切。財聯社12月5日訊說，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於調整保險公司相關業務風險因子的通知，經研究，現就保險公司相關風險業務因子事項通知如下：第一個是保險公司持倉時間超過3年的沪深300指數成分股、中證紅利低波動100指數成分股風險因子從 0.3 下調至 0.27， 該持倉時間過去6年加權平均持倉時間確定。第二個，保險公司持倉時間超過2年的科創板上市普通股風險因子從 0.4 下調至 0.36， 該持倉時間根據過去4年加權平均持倉時間確定。保險公司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和中國出口保險公司海外投資保險業務保費風險因子從 0.467 下調至 0.42， 準備金風險因子從 0.605 下調至 0.545。 下面還有什麼意思？就給我感覺金管總局對保險公司進行這個叫降息降準，打個引號，這個對保險公司來說是個利好。所以說今天保險板塊一馬當先。21世紀經濟報道說，外資密集看好明年 A 股市場。近日，瑞银證券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師孟磊發表中國股票策略觀點，指出2026年全部 A 股盈利增速有望從今年的 6% 進一步升至 8%。 這個此前已有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匯豐中國、高盛等多家外資機構看好 A 股市場明年表現，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外資增配中国科技股的趨勢有望延續，科技板塊或將成為未來市場重要主線。外資還用真金白銀看好中國股市，這就是咱們說的外資，你不能老是模擬盤，你得真金白銀，你的實盤用行動來看好，不能嘴上唱多。這個21世紀經濟報道說，外資用真金白銀看好中國股市。國際金融協會數據顯示，2025年前10個月，境外資金流入中國股市規模達到506億美元，3000多億。這個數到底大還是小呢？10個月流入3000多億人民幣。我個人總覺得和外資這個摩根大通、高盛、摩根士丹利、匯豐還有瑞银扯着脖子喊牛市，這麼唱多，相比較而言，總覺得3000億人民幣少了點吧？就這麼多海外機構恨不得都唱，對吧？唱多牛市，怎麼10個月才投3000億？這玩是嗎？還是雷声大雨點小，小心閃着腰。所以這些外資密集看好 A 股，還是拿出點實際行動吧。但是高盛現在開始唱空美股了。高盛說，如果人工智能資本支出前景發生剧烈变化，長期增長預期回落至2023年初的水平，根據高盛研究宏觀估值模型，這將意味着標普500指數目前的估值倍數由 15% 到 20% 的下行空間。這高盛
給美股潑冷水了，有15%到20%的下跌空間。当然了，这個叫景順發布2026年投資展望，這個景順首席環球市場策略師表示，相信全球股市在2026年有望繼續上漲，就不光是 A 股上漲，全球股市明年都是大豐收。他指出，当前宏觀經濟環境支持偏重非美國資產，相信美國利率下降以及歐洲、日本和中國擴大政府支出，应有助提振全球經濟，帶領全球經濟走出經濟周期的中期放緩。他稱對2026年企業的持續增長充滿信心，對央行政策走向和財政支持感到鼓舞，並強調謹記在市場趨勢變化中進行多元配置的必要性。這家伙唱多中國市場還覺得不過癮，要唱多全球市場，對吧？唱響這個全球光明論呢。那國內的機構也是不甘落後。新浪證券報道，機構看好 A 股春季行情提前開啟，春季行情已經開啟了。現在雖然是冬天，近期東吳證券策略團隊發布報告稱，進入12月前期壓制性因素開始轉向，看好春季行情提前開啟。從外部環境來看，對於 A 股市場的壓制正逐步緩解。流動性方面，美聯儲短期降息預期已升至80%以上，整體氛圍偏暖。產業趨勢方面，海外科技股股價已初步呈現企穩態勢，也就是說，美聯儲要降息，全球寬鬆。第二個就是美國的科技股泡沫已經告一段落。那麼這兩點對 A 股相關板塊情緒傳導壓力有所減輕。那麼這是環境，內部環境，12月份部分機構年度考核結束，資金獲利了結動機預計將減弱，交易結構有望改善。我一直說，這個指數牛市跟散戶、金融消費者賺不賺錢那是兩件事情，就是牛市也不代表散戶能賺錢。這樣的一個市場不是散戶能玩的。散戶盼牛市，对吧？牛市是盼來了，但是自己的錢包多了嗎？鼓起來了嗎？解套了嗎？有的已經解套了，但是被重新又套上了，二次上套。今天我在看到網上有傳言，當然這些都是傳言，有一個網紅經濟學家，他也搞收費粉絲群，給自己的粉絲推薦股票，結果一下翻車了。人家粉絲自己買恐怕賺的還多一點，看了他推薦的股票，結果被套嚴重。現在粉絲找他要說法，氣的這位網紅經濟學家把粉絲群給解散了。我說這個是什麼意思？沒有別的意思。即便你是經濟學家，你不代表你炒股能賺錢，何況那個散戶的經濟學家，如果炒股能賺到錢，他就不出来做視頻了，錄節目，他哪有空？天天加槓桿，到處融資，人人都能成為巴菲特。你看那巴菲特有時間天天出來嗎？接受採訪嗎？他沒有時間呢，對吧？但凡在那信誓旦旦告訴你說這麼做能保證賺錢的，99.99%的都是騙子。那這個牛市誰賺錢了呢？當然有人賺錢的吧？這不是零和博弈嗎？零和博弈，那麼多散戶賠錢，那到底賺了誰的錢？社保基金這是保賺不賠。剛才說那你看保險資金，人家也要賺錢的。保險資金如果投資不賺錢，他那一套就玩不下去，那個問題更大。所以人家幹啥都得賺錢，至少賬面上要賺的。國家隊救市要賺錢，稅務機關要賺錢，印花稅它是抽頭，對不對？交易稅，大股東要賺錢，人家1塊錢來的。你看今天那個摩爾縣城嘛，3萬股民中籤摩爾縣城，賺超26萬。摩爾縣城是這樣子的，只要你中籤了，你26萬就到手了，這比那個买彩票還刺激啊！摩爾縣城股價暴漲469%。你看这一開盤，這多少人成為千萬富翁？那他這個千萬富翁是誰給錢呢？那不就是對吧？廣大的金融消費者嗎？還有未來你還沒進，你打算進去的，你來買單。這兒已經這麼多千萬富豪了，全靠你來兌現。你說誰賺錢？這些大股東要賺錢，這些提前埋在裡面的機構，人家要賺錢，都賺多少倍？這個早期進入的恐怕都上100倍的賺了。問題是他賺誰的呢？就指望這些金融消費者，你進去接盤，你不喜歡聽這故事嗎？人家是什麼？要國產這個 GPU 是吧？好了，除了這些賺錢的，這些人是鐵帽子王，人家必須要賺錢，你動不了，你也只能配合。還有要賺錢的，那就是各種機構、镰刀、私募，各種操縱股價的、違法犯罪的、講故事的、做莊的、游資，他們也要割韭菜啊。這裡隆重推薦的，給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牛市，除了上述幾個鐵帽子王那是必須賺錢之外，還有人要賺錢。咱們看看財中社報道，不能自己亂編了，你知道吧？咱們說的都是
有報道的，50%的收益截图刷屏，换方量化与梁文峰王者歸来。量化大家知道吧？梁文峰大家知道吧？ DeepSeek 大家应该知道，换方量化是和 DeepSeek 都是梁文峰的左手右手。换方量化作为一个量化基金、量化交易的吧，人家今年50%的收益。近日，一张换方量化旗下产品收益率几乎都在50%以上的截图，在投資社區和社交網絡刷屏。截圖中大部分指增產品收益率遠遠跑贏中證500指數和中證1000指數。萬德數據顯示，中證500指數基準今年漲幅是23%，中證1000漲幅是23%，相當於換方量化旗下這些產品實現了基準指數的2倍收益。根據私募排排網的統計，2025年前3季度收益均值位居前100的100億量化私募中，換方量化高居第2名，僅次於林軍投資。而在1到8月的排名中，換方量化不過是第8名，短短1個月內進步明顯。對此，大家紛紛感慨梁文峰無敵了。這位剛以1846億元持股估值躋身2025年新財富500財富榜前10的創始人，正在以量化投資與人工智能的雙重身份重新定義中國私募行業的邊界。2025年量化私募行業迎來爆發式增長，在上半年100億級量化私募數量增至41家，其中有業績展示的32家全部實現盈利，平均收益約 13.7%， 在管理規模600億到700億元區間中，嚴復、九坤和換方被業內稱為新的量化4大天王，這4家管理規模進一步突破至700億到800億區間。這是第二梯隊是500-600億的，也就是量化基金有多少？換方50%以上的收益，那其他的，所以這些錢都是誰的？我們目前湖市接近於零和博弈，我也不能說它是100%的零和博弈，因為它現在銀行啊，還有什麼茅台這些企業不都還在分紅嗎？確實它賺了錢，它分紅，這個就相當於這些上市公司也往這個資金池裡面扔錢嘛。那這些量化國家隊、社保從這池子裡拿錢走，那就不全拿的是散戶的血肉啊，也有一部分是這個分紅的，但這個分紅的能有多少？分紅的跟抽走的稅、印花稅，還有券商的交易的手續費，這些也要抽走，所以說應該是接近於零和博弈，還有大股東抽走的錢。說量化是鐮刀，大號鐮刀，這個沒毛病，你看看，所以說你看指數牛市，大號鐮刀賺的是盆滿缽滿，那誰賠錢呢？正當換方管理的資產突破800億大關，其創始人梁文峰也以115億美元身家登上2025年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榜。而在某個普通小區的書房裡，散戶老王正對着電腦屏幕上複雜的 K 線圖發呆。當量化巨頭用 AI 模型解讀每一筆交易時，普通投資者唯一能捏緊的，或許只剩下對市場最基本的敬畏與理性。我倒覺得普通投資者啊，唯一能捏緊的就是你的存摺。大家可以去網上刷一刷建功爺樹，在涼風中，在公園的一個角落，這個爺樹顯得更加蒼老。這才是一個股民的這種最終的一個結局，是絕大部分散戶的一個結局。散戶的結局不是巴菲特，不是梁文峰，故事聽得太多，不要入戲。你從看看爺樹你就知道了，你大概率是下一個爺樹。我們再看看這個騙局，這個1818黃金眼，我看承包了咱們全年的騙局大全。他今天又報了一個說，男子輕信0元領豪車，交7萬要不回，就是說你不用給錢，你只要去完成幾個任務，你就可以領一輛豪車。這個說李老闆反映，他經朋友介紹在杭州聽了一堂課，據說有個0元領豪車的活動，交5萬多就能到手一輛20多的車，這還不錯。如果你繼續努力，還有機會能賺到將近2個小目標。這到底怎麼回事？大家看視頻。李老闆在紹興開家店做汽車零件銷售，他說有個朋友是做私域交易平台的，6月份介紹他來杭州聽課，說是可以0元領豪車。因為當時確實有購車打算，他決定來聽聽看。
現場有好幾個人，就是講就是反正就是怎麼賺錢嘛。然後就是說，我們交59800，拿一個代理，然後中間再找4個人，然後我就可以拿一個24.9萬的車。那4個人就是也要每個人交59800。當天晚上被他講的比較心動嘛，然後這個錢就交了，當天晚上就交掉了。支付記錄顯示，6月20號，李老板分3筆轉給杭州德意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59800元。記者注意到，當天晚上還有一筆3980元的轉賬，收款方也是杭州德意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6月22號，有一筆5080元的轉賬，收款方是合肥市魯陽區貝鳳百貨商行。李先生說，後面幾筆轉賬是升級的費用。當時就是說他要那個系統要升級嘛，就是我們要自己從1星2星往上升嘛，升上去以後你才能拿下面的这個下面團隊的這個獎勵。怎麼才能升上去？要交錢嘛，就是錢交給他，就可以升上去。按照李先生的說法，交了59800元之後，他還要再花更多的錢來提升自己的商戶等级，等級越高，能獲得的收益越高。他總共給對方轉了將近7萬元。沒過幾天，他覺得有點不對勁兒。因為我交了59800以後，什麼都沒給我，然後我又諮詢了一下周邊的朋友，他說這個事情很有可能就是詐騙或傳銷嘛，就是，然後就立馬就跟他溝通。剛開始我提出來是讓他交車嘛，就是他說第2天可以去拿車嘛，去汽車城。後面找了4個人了嗎？就可以拿車了嗎？當時我跟他談的是，我說我先拿車，我再去找人。他同意的，他要不同意我就不交这個錢了嘛。那這不是很蹊蹺嗎？對呀，當時因為是這個王總給我介紹的嘛，我在想，可能是因為這個人是相信王總的面子。聽到對方說可以交車，李老板心裡的疑慮減少了一些，就跟着對方去杭州汽車城試駕了一下一款商務車。試駕當天是周六，他說禮拜六、禮拜天車管所不上班，禮拜一幫我上牌過戶，然後禮拜一我去的時候，他說車不在。反正後面就各種理由就一直推到7月份到8月份，然後我就說這個項目我不做了，我要把錢退回來。對方沒有同意退錢，李老板報過警，警方認為這不屬於詐騙，出具了不予立案的通知書。車到底能不能提，錢還能不能退？對方的運營到底是怎麼樣的？李先生撥通了一位張先生的號碼，他說對方就是當時講課的老師。這個是一種玩法，就是我們通過綠生活下單給他5倍收益，然後我們做汽車交付。那麼如果他分享的人多呢，我們後面有车庫落戶給他，業績沒達到呢，就車就還回來。綠生活是什麼？是一個消費返利平台，客戶在他那裡付錢消費，比如說消費1萬，我們這裡能到賬8000，扣下去的20%呢，給我們返4 2倍回來，就是有4000回來，我們等於還能賺2000的積分。那麼作為消費者來說呢，他能賺5倍的積分。他說的意思就是有點胡攪蠻纏，就是說經費也不用領了，讓我們這邊呢把剩下的80%退給他。那麼我們汽車交出去也要成本的。你們是汽車的銷售方嗎？對，供應、銷售、以租代購都有。啊，就是你們自己有車子。對。那我們從哪兒拿的，不管是廠家拿的哪兒拿的，跟他沒關係，在法庭上也跟他沒關係，我們是供方。張先生表示人在外地不方便當面溝通，現場李老板又提到了一個叫9星聯合的微信小程序，說是之前的3980元是通過這個小程序支付的。採訪時這個小程序已經打不開了，顯示該小程序已過期。3980，他給我們3980的東西，然後車子是免費給我們用1個月。如果我發展下一個下線，然後他也交了3980以後，我這個車子又可以繼續免費開第2個月，然後呢，我還可以掙2000塊錢。對，如果我發展第3個人，我放到第3層，然後我就可以。他總共漲了幾層啊？他一共漲了9層，到第9層的話，我是可以掙到1.7個億。你覺得這現實嗎？我覺得這個東西，我當時在網上也搜過，1.7個億是不現實的。但是我說做個3層4層這個事還是可以的。當時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就信他了嘛，就加入進去了，就是。李老板告訴記者，張先生提到的綠生活平台股東之一就是介紹他來的朋友王老板。是那個綠生活的王總嗎？你知道你哪位？我是那個浙江電視台1818黃金眼的記者。你那個朋友李剛嘛，反映說那個之前講課的那麼一個事情然後我也想跟您這邊了解一下，方便就是採訪一下，就是這個事情大概是怎麼樣的嘛？這2天比較忙。
王老板掛斷了電話。這家綠生活公司位於濱江區建業路中廊大廈的16樓。現場工作人員說不方便接受採訪，但表示他們平台是交易平台，每一單會收取一定的服務費。關於李老板的事情，他們會盡力配合。李老板表示會考慮通過法律途徑解決。188黃健記者報道。這什麼綠生活，現在的騙子他厲害之處就是他是專挑法律的漏洞。你看看沒有，你被騙了你還無能為力，你去報警沒有用，這也凸顯咱們法律還有很多問題，非得受害者一多的幾萬形成了身世他才能管，否則管不了。這都是民事糾紛，你們都有合同，完了你这合同這麼複雜，你交多少錢買多少東西，最後怎麼着的，车又給你那合同，那警察都看不明白，警察說你去找法院，你们只能是打官司，這就是騙局，實際上就是貪，說白了還是貪。最近網上有一個新的騙局，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看抖音上老在宣傳，有人說問你手上有沒有舊的粮票，什麼10塊錢的10斤的糧票值多少錢，2斤的糧票值多少錢，糧票有什麼價值，這就是騙局。不用看他這個騙局，你看首先他鎖定人群就是那些老同志，因為這個糧票这些是老頭有，老同志以前恐怕手上還有糧票没用完，或者放在家裡面，這糧票40年前就不流通了嘛。我記得93年好像这基本上最後一批都沒了，有的地方90年就不流通了，所以手上有一點糧票的都一些老同志老人，你看看人家目標就鎖定這些人，他更容易上當。騙局大概的意思我分析一下，因為我也不參與，我推測他怎麼騙，就像古董一樣的，哎，說你這糧票值錢，你把糧票寄到我這兒，我替你賣，你這個糧票我要拍賣，你不得要印這些宣傳那個大的冊子嘛，展覽展示，全國要到處展啊，我要上什麼拍賣行拍賣，這你這糧票能拍8000、1萬，你先寄300的這個費用，我們要把它拍得好看一點。宣傳畫冊要 P 圖，要拍視頻，要介紹這個糧票的歷史故事。那老頭一聽這個還能賣8000、1萬，我這有10張，對吧？10萬就來了。那交300塊錢拍照的算什麼呢？300一交，等你300一交，不好意思，後面故事又來了，你交500，這個咱們怎麼能給他賣得更多？人家還把畫冊寄給你，你一看這畫冊拍的是挺好看的，你一心動，500、1000又交了，人家。這你就是上當了，但你把你的糧票寄出去的那一刻，你就已經上當了，咬鈎了。人家只是慢慢的把你拖向深水區，最後是不能自拔，最後傾家蕩產。這不就是利用你這個，一是無知，第二貪婪。所以家裡有老人的，家裡有這種糧票的，一定要跟家人說清楚，那個糧票實際上就是廢紙，沒有用的，不要聽別人講故事。當然，他也可能是採取其他的騙術。總之，你要記住了，那玩意兒不值錢，不要老想着天上掉餡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